继续来讲防疫的客停车，都是专门接送居家检疫的民众到病院。台北市推出了后，即卖高雄市嘛要对咧做。这个防疫的客停车，就要来应征司机，讲真好康哦！一个月薪水有9万，丰富的装备嘛拢团甲真周至。逐工直勤8点钟，无勤务就待命。讲马上到88个司机来报名，最后是选出4位来加入到防疫车队的排班。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影响，全高雄目前有几千人需要居家检疫，关日出来袂使出门。若是需要去病院，就必须由卫生单位安排。要过要怎接送？伫台北市推出防疫警车了后，高雄市嘛对咧做，薪水9万块，较好的薪水真紧就找到4个计程车司机。每天一个保障薪水的部分大概是3500块一天，一个礼拜会休息1天呐，26天的话大概9万1000多。出车几个趟次，我们都固定给他一个薪水。薪水遮悬，有几百人报名，要过呢，为了避风险，相对有较悬。有计程车司机认为讲，趁人有数，生命爱顾。还是会担心，家里面的人也是会建议说，还是比较风险蛮高的。说明会其实卫生局简单做个示范的，大概是怎么样佩戴口罩。然后一个手部清洁消毒的，就是手部清洁的动作，然后那个就是防护衣的穿脱的一个要领这样。装备消毒、通风甲教育训练防护措施非常严格，避免居家检疫人违反规定。市政府伫动手之下，依然有警车司机愿意出来做。